台北车头到南港真侪人坐捷运，但是即卖你买当开35块坐高铁，对台北车站到南港只要8分钟就到啊。高铁南港站平常时也着人来客去，要上北落南坐高铁改便利。那高铁即马搁加一个新选择。最近有网友讲，伫台北车头坐高铁会当直接到南港站，若时间加足快，嘛免烦恼人挤人或者是塞车，迄感受甲坐捷运通勤无共款。高铁。因为比较快啊，而且只贵5块钱而已。可是捷运，如果你突然想要下某一站的话，还是比较方便的。可是如果已经知道目的地的话，那就直接搭高铁比较快。我会想搭，因为其实搭高铁的人比较少，然后蓝线其实人蛮多的。来比高铁含1分，若是为台北车头到南港，1分坐19分钟，票价30；那高铁时间是对半后，敢若8分钟，自由座嘛敢若35块。那邦桥到南港坐高铁嘛真紧，不过票价贵要20。这个搭法，我觉得还蛮喜欢的啊，我应该会想我会想尝试看看。蛮便宜的，有下到，怎么说也要100-200之类的，要配合得了的话。才会去打。虽然高铁看起来省真侪时间，不过有网友提醒，高铁并不是逐摆拢占赢面，有班次安排，车班的之间等的时间较久。若是无先知影时间表，坐高铁就爱等。1分车班坐有伊的稳定优势，高铁1分免怎坐较利便，介在人气的选择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